不让我说装什么这个？去年装啥？哪去年啊？哦，记得。我真是没错。可是别急的，就什么东西先打苗去。不是没装什么这个了？去年装啥？哪去年啊？真的。我去了真是没错。为什么是没到了就他们给把人打崩了的？喂，喂，废话，废话，哎，先就丢了。老婆，你别老婆，这些人都送去了。挺好的，这种。这带上用户的，这带上用户的，麻痹起。